新闻头家先来关心，今仔日有民间团体发起凯道游行，诉求交通的安全。5月迄阵啊，一个互车弄死的3岁查某囡仔的老爸，专工为台南上北来参加。交通部长王国材嘛到场接受民团的5大诉求陈情书，嘛针对政府无提供好的交通环境，鞠躬回实例。 虽然落雨，集会民众分做3大队，下晡4点准时出发。这场由民间团体发起的hand路和民大游行，现场捌雨规通道，不过未少民众唔惊雨来支持。希望能在那个台湾人能在交通上面能够更友善一点，因为有很多台湾的交通问题，我觉得没有人愿意去做。台湾交通问题，政府漠视很久了。那像前2天才又公车撞死了一个人。 5月中，对妈妈穿过马条线，不幸互车弄死姓伊的查某囡仔，伊的爸爸嘛透早为台南开车前北参加游行，派查某囡仔发生车祸时阵的派头啊，强忍悲伤，敢若希望莫阁有无辜的性命因为交通事故离开。所有人，不管2天前是我女儿小佳薇的生日，我买了一件衣服送给她当生日礼物，我也替她许了3个愿望。 第一个愿望，我希望他有吃不完的东西，喝不完的饮料。第二个愿望，我希望所有关心小佳薇的人都可以平安。第3个愿望是，我希望不要再有人跟小佳薇一样，我买给伊3块，伊穿袂到。 交通部长王国材应邀出席活动，收下由小朋友交的陈情书，对各界指责政府无做好交通安全，一例回失例，嘛承诺会加速改善。在过去，在整个交通安全或是行人路权所跨的部会，或是中央跟地方，这个权责比较不清楚，所以我们这一次在《道路交通安全基本法》里面。 就把它写清楚。像路口瘦身，还有我们的人行道拓宽，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是目前，因为像台南女童事件之后1个月内路口就有做改善了，所以我们相信在这个路口改善的这个计划，应该是能够最快短期内能够最快做到的。行人令希望推动联盟强烈谴责即卖的人本交通工程欠缺，呼吁执政者展现决心甲魄力，改革整体交通环境。希望在2030年，互道路行人死伤人数 减1半，并在2040年会当达到行人零死亡的目标。游行活动只是开始，未来会继续监督道安政策是不是有落实。记者综合报道。